哎呀，一个一个都好美哦！哎呀，我是真的是我跳心了，看的太美了，太美了啊！视听艺术，现在还出不来，抽离不出来这个唯美的视听艺术，都是你们带来的。就是大观园是青春的，你们也是青春的，都是青春的魅力。昨天是49场了，今天是第50场。哇，50场，50场大庆我来了，太好了，我太开心了，我能享受一餐文化大宴。特别棒，赶紧谢谢。除了小百花的有一些就是纪念活动什么的，有来过1、2次，后来就没有来过这儿观看我们剧团的演员的表演。我接到邀请之后，我挺兴奋的，我手上什么事都放掉了。我昨天北京文联还在开会呢，后天还要赶到广州去拍戏，就把他这个2边时间一撑来看戏，来欣赏。我特别兴奋，能来看大观园，因为一直听说大观园特别好，观众的口碑非常好，又是几位年轻演员，陈丽君、李云霄、夏依依他们几位年轻演员。哎呀，我今天坐在剧场里，我就心跳，我想哇，可带给我的是什么？我将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激动的心情陪伴他们一起完成这样一种美的展示。它已经跳出了我们传统的老的这种呈现方式了，这样一种舞台又好像是影视，又好像是戏曲，就多元的这样一种信息，他能接受到，他会很满足。但是演员们的表演体态还是戏曲的，还是唯美的。我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能让我来欣赏到他们的表演。我们经常在碰到这个问题，包括在影视界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青年演员可能流量比你多，是流量。你要是问一问这流量是怎么来的？这流量如果是通过你的艺术，通过你的正向的能量而来的，那我们觉得这很好啊，因为一些什么偶尔的一些原因。你博得了观众的眼球，或者说赢得了观众的这样子一种欣赏的口味，或者是欣赏习惯，那要问问自己，我进一步利用这个流量，我带给广大的观众更好的什么？要利用这个流量，我带给大家什么？借此机会，把真正的好的美的东西带给大家，加强你自己的这种基本功啊，加强自己的这种种种综合能力的这种提高，不要让大家失望。陈丽君、李云霄，其实我在一些戏曲的活动里边，我就接触过，又是小百花团的演员，就更深一份感情啊，更关注一点，觉得这2个演员条件非常好。我后来也知道他们演一些片段出名了，大家都认识他，很有流量，非常开心。就是要有这样的青春的演员去呈现青春的魅力，就是要让这些年轻的演员多演戏，因为戏曲演员要综合条件好是蛮难的。就是我为什么老是强调戏曲演员不容易，因为当他已经形成一个角儿的条件以后，那是很珍贵的，一定要好好保护他，因为他在从小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这一步，都筛选掉了，或者哪个条件不好他就离开了，或者他只能唱次要的角色。所以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是非常需要珍惜的，给他们条件的，我相信他们还会有空间。我是哪怕在拍戏或者白话剧，
或者做一些节目，我就会像现在拍的一路繁华什么的，我就抓紧一切机会跟人家宣传我们的传统的戏曲的魅力，甚至于跟大家比划，给孩子们教一些程式化动作。我觉得就是要这样点点滴滴的做工作。像我这样在舞台上不能演大戏了，没有机会了，我就用这种方式。我是文艺界别的，而且是戏曲演员出身，而且这几十年跟戏曲也没有断过联系啊，这种所见所闻啊，这种感受啊，我看到了一些问题，我希望能够大家更好，有一些问题能解决啊，借一些合适的机会，我把自己的心声说出去了，希望让青年演员排戏创作，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不断档，能够更深入的、更广的为老百姓服务。人民需要文艺，如果他们不需要的话，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排出来、创作出来，不就是让他们看吗？在我的大观园演完之后，后面全场的观众呼唤演员的名字，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有多激动吗？我觉得，哎呀，我们的戏曲，我们的传统艺术就得这样，就得让老百姓呼唤着，就像他们那些演唱会里边呼唤唱歌演员、影视演员的名字一样，让我们能够这样，我们的戏曲艺术，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统艺术才会生根发芽，大大的传承弘扬。